你就開期都是嚟帶個朋友玩添，可能都死我，可能仲係返我自己屋企。唔好去坐開期屋企，驚都死我。一去唔好去別人屋企，仲要驚都死我，仲邀請女仔嚟，可能去構咗行勢先，因為封咗，完全都封咗。嗱，呢個就係我哋屋企啊。跟住海琪就有時會陪我玩嘅，呢啲海琪都離開咗。OK。